謝阿楊國賢。恭祝大家咧心想事成，身體健康，好，發財就手啊！好，阿昌哥。大家身壯力健，龍馬精神啊！財源廣進，多謝。好，景威。希望今年生意興隆，事事順利啊！好，希望生意年好過年啦！好，最緊要。好，阿張生。我咧唔係幾識講，大家身體健康，老嘅後生嘅賺多啲錢，是最大發展，係咁多。好，阿孔長。我衷心祝願大家身體健康，生意興隆，龍馬精神。咁一年會好過一年。好，多謝孔長。司會長。嗱，我就講多，首先祝大家身體健康，生意興隆。咁我講多句咧，我入呢個會就好短時間嘅。咁識到呢班大佬係我明白，即係都係3、4年嘅。咁咧，我嘅宗旨就係呢個會幾時需要我都會喺度嘅。一定需要。啲即係總務部方，因為我仔啱啱開咗間新鋪就可以，所以佢又要獨立啊。咁有咗你都贊成啦，有啲鍛鍊性，所以變咗就好，一係九龍所以好少佢。但係如果任何時間需要佢幫忙出聲得啦。好，多謝司會長。好，清明哥。好生意喎佢。清明哥，你冇咁講啊。坐度得。首先我祝各位大家身體健康，家庭幸福，仲有生意興隆，財源廣進，唔多啫。好，多謝清明哥。喂，阿陳理事，嚟講翻句。祝大家身體健康，龍馬精神，生意興隆。好。秘書，祝願大家生意興隆，一本萬利，家庭幸福，龍馬精神。好，大家新嘅一年龍馬精神，飲杯。結婚好生意興隆，食啲嘢。我要形勢啲着數。